南投县的玻璃社厅呢，今年已经150栋啊，因那玻璃店有一间已经开67栋的柑仔店，嘛特别来打造一个大玻城的展览区域，来展出真侪古早人的生活起居。古早，你较早开始咧弄米粉来啊？柑仔店的头家娘亲切含人客小借问，南投县玻璃店这间柑仔店已经开67年啊，除了卖一寡糖仔饼、饮料，嘛有卖玻璃农特产。店内也布置早期玻璃车头、鸡仔甲店面的老相片，阁有算盘、茶杯桶仔等50年代的老物件。配合今年是玻璃社厅设置150周年，头家娘特别打造一个大玻城展区。展示得甲相关用品，亲像米螺、茶篮，也有济济案仔，拢是清朝时百姓生活中的古早物。会来柑仔店这边寻宝哦，有麦芽糖，还有米茶，还有甘露。头家娘讲，过去看妈妈咧做生意，拢是甲人讲台语，所以也做了几纳面看板，小解柑仔店米螺、碟算盘才会台文用字甲拼音。趁囡仔来参观的时阵，会顺续甲因讲台语。柑仔就是这叫做柑仔哦，唔是柑仔糖的柑哦。柑仔店就是因为摆足侪这柑仔在展示物件，才会叫做柑仔店。牡丹社事件之后，这个清朝政府就开始开山抚番的政策，再开始伫玻璃社这个原住民的生活的所在，给设一个玻璃社厅。大玻城是玻璃开发历史的重要起点。玻璃电工所今年也举办3场探访大玻城为热，行读活动，带民众踅玻璃古城。12月初7有一场，公所欢迎民众做回来认捌玻璃文书的水。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。